屬雞今年唔錯喎，因為屬雞今年咧就紅鸞桃花年，咁有桃花同埋交際應酬人緣好，間接對事業都有幫助㗎。咁單身自然容易有認識異性嘅機會啦。咁因為紅鸞桃花係正桃花，容易認識到能夠發展落去嘅感情，拍開拖有結婚嘅機會，結咗婚都係有 BB 懷孕嘅機會，所以紅鸞桃花無論感情、人緣各樣事情都係提高一線㗎。咁有紅鸞桃花，即使結咗婚好耐啦，咁人哋對你觀感都有改善，對你觀感有改善，做嘢自然容易少少，所以各樣嘢事情都順利少少。咁除咗紅鸞之外，仲有太陰，太陰係女貴人之助。如果上司拍檔下屬係女人，下屬係女人咧，都提高一線。咁空星有咩啊？空星冇喎，淨係得個陽刃，陽刃都唔算空星，陽刃自己控制唔到情緒，容易發脾氣啫。所以屬雞嘅你今年人緣運唔錯，有女貴人之助，只係自己容易發脾氣。但係因為你今年桃花年係你發脾氣，人哋都冇你符啦，係咪？咁因為人緣始終都好㗎。咁呢個桃花同埋呢個陽刃呢，個桃花力量大過陽刃好多㗎。咁即使你係行緊逆運，生喺呢個5月6至8月8呢個運氣呢，就影咗麻麻地，但係嚟到呢個馬年都睇高一線㗎。如果3月6到5月6平穩嘅命呢，有桃花年都係有機會有少少嘅進展。當然最好梗係行緊運嘅寒命人啦。所以如果你生8月8到3月6呢，有任何新機會，可以放膽嘗試去積極進取。咁同埋呢，今年如果你睇廟門口嗰啲咧，都會使你犯太歲嘅喎，咁所以叫做輕微犯太歲，因為今年叫做午酉相破，火金交戰，肺骨喉氣管稍為要留意啫。但係整體嚟講，呢個犯太歲就唔係好嚴重，就唔使專登留意嘅。